只有臣妾一个人能为皇上生下小皇子。好，那朕就以身相许。这个多少钱2文钱。哦，2文。来，给你。谢谢老板。客官慢走啊。他如此爱吃，难道我就买些糕点包了？不行，我会被整个天界笑死。谢谢客官。卖书了啊！哟，姑娘，买书吗？买什么？啊！哎，谢谢姑娘啊！哎，你慢走，哎。卖书了啊，公子，买书吧，公子。就买本书有什么可高兴？哎，你这里有没有画技更精湛、更稀罕的书？公子想要多稀罕的呀？春宫秘系那般的？春宫、东宫都可以，只要稀罕。对了，最好跟龙王报恩有关。啊，报恩有，报恩有。虽然不是龙王，但也是君王。邪魅君王的报恩啊！皇上，你好些了吗？爱妃割肉为引，救了朕。你想让朕如何报恩？臣妾已经是皇上的人了，臣妾全身的每一寸都属于皇上，不需要报恩。不，朕一定要报恩。那臣妾就要皇上以身相许。以身相许？只有臣妾一个人能为皇上生下小皇子。好，那朕就以身相许。以身相许，君王的报恩都是如此。是啊，你懂的呀。哦，难怪我每次问他，他都不说。害羞了吧？你应该热情一点，主动一点才对嘛。怎么样，公子？这本书我要了。